旋轉式氣化器，將冰塊加入環流浴，用作冷卻溶劑蒸氣。開動抽氣泵，將圓底瓶放上旋轉式氣化器上，溶液量不可超越燒瓶容積的一半。同時將真空活塞關閉，確定圓底瓶已被真空穩固地吸着，立即開動圓底瓶之旋轉，並將瓶放入水浴鍋中。溶劑慢慢蒸發，並凝結在溶劑收集器內。當溶劑完全蒸發後，不能揮發的物質會留在圓底瓶裡面，釋放儀器內之真空，並將圓底瓶取下。